世间人秘伫你食果的枝荫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是伫你遐。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。愿你常常施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，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互心内正直的人。这是咱的人圣诗，今仔日圣诗第27首。我主上帝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我主上帝。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是上帝，全能的创造你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经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经后代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亚多人间生活，定是第4摆种人物，第3日对圣中道啊，上天。他这一段的上帝话语，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事，我信神，公同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压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
主，阮要学了你。主啊，因为即个世界，阮所徛起的所在，阮的性命拢是上帝你所创造的。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虽然今年阮有拄着侪的困难，甲侪即个疫情的关系，但是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伫阮所徛起的所在，你有愿保守阮，会当伫你的殿中，会当常常来聚会。阮嘛要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互阮会当常常来为着主来传扬你的福音。阮恳求伫即个圣诞月，愿你的圣神温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伫生命当中，互阮伫逐工的所做当中，会当来报用你的福音，互上帝你的国度甲你的福音会当伫台湾扩阔，互台湾即个所在的百姓，搁较侪人会当伫即个圣诞月当中，会当行入教会。求圣神你运行做工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每一个教会，伫台湾的土地，拢会看到上帝你的救恩会当伫阮的当中。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是咱来看圣经，今仔的圣经有2位，第一位伫创世纪第3章14节到24节，第一位伫创世纪第3章，咱要对14节看到24节。请显着恁来看，阮来读。耶和华上帝对蛇讲：你已经做即个，所以你受咒诅，比一切精星甲山野一切走兽较重。你要用腹肚行，一生食土粉。我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，你的后裔甲伊的后裔也结冤仇。伊要伤你的头壳，你要伤伊的脚后端。佮对妇人人讲：我的确大大惊天，你怀孕的艰苦。你要怀孕生囝，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伊也管辖你。也对阿当讲：你已经听叹你的妇人人的话，来食我所吩咐你讲，你毋通食伊的。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一世人劳苦，才对伊得着食。18节，土地要为着你发气魄甲积累，你也要食黄绿的菜色，你要汗流满面，才通得着食。到你归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，你本是土粉，也要归伫土粉。迄人甲伊的母号名叫夏娃，因为伊做正人的老母。耶和华上帝为着迄人甲伊的母用皮做衣服，互因穿。22节，耶和华上帝讲：看，即人已经甲咱三亲像，话分别好歹。但行了伊伸手，搁对活命树挽来食，就活到永远。所以耶和华上帝甲伊出爱田园，来种做迄个土，就是伊所对伊出的。所以赶迄个人出，也伫爱田园的东西安置基路兵，甲四面灯势发火焰的箭，来防守活命树的路。这是第一处的圣经。第二处的圣经伫启示录21章，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8节。伫启示录21章，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8节。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8节。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阁有。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出伫天，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万变，亲像新娘装榻，来听候伊的丈夫。阁看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：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。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。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，来做因的上帝。搁要互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，无要搁有死实，也无要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。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第5节，坐伫座位的讲：我换心万米。佮讲，你就写伊，因为这的话是通信，是真实。佮甲我讲，已经成啦。我是阿拉法甲俄米加，是起头的甲倒尾的。
我要对活命的泉水白白互喙焦的人啉，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伊要做我的囝。若是遐个小胆的、毋信的、可恶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声术的、拜偶像的，甲拢总白贼的人，因的份额是伫遐用火甲硫黄伫烧的湖，这就是第二摆的死。这是今仔日第两处的圣经，这是俄勒，咱要请妇女献歌队。这是讲到今仔日的讲题是启示录是圣经真理之门。咱请李牧师。大恩牧师，我是你以及咱的诸位长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代表咱的总会团伙会，为着退休的传教者，来甲大家请安，也以及是多谢咱友商教会过去对咱退休传道者的关心甲疼痛。咱友商教会伫信伫听，真做正教会好模样。
上帝也对咱哩特别大祝福，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真明显，伫咱的全台的长老教会内面，安尼真迅速快速来成长。一方面也呼吁大家继续来关心，咱的总会退休传道者的生活。伫咱的新约圣经的内面，拢总有27卷。27卷的内面，使徒约翰有5卷，就是约翰福音书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以及启示录。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时，已经是12使徒的内面，伫世间最后的一位。耶稣死了，搁活上天。使徒约翰就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来到幼所，这幼所是咱今仔日的土耳其来到幼所伫遐传福音。罗马皇帝道米先强迫所有的全帝国下面的百姓，拢着拜罗马皇帝做神明。对安尼教会甲信徒就受侪迫害。使徒约翰为着安尼受关伫拔摩海岛。这古早的拔摩岛，相当咱台湾的火烧岛，迄用途大概是即款的情形。约翰呢，伫拔摩岛关18个月，然后逃放出来，就甲玛利亚伫幼所，直到因年老离开世间。使徒约翰伫拔摩岛得到上帝启示，互伊关系即个世界末日的确要成的事因为政府迫害教会，所以使徒约翰咧记录这个异象的时，就用侪的动物，用侪色彩，用侪数字做象征，来咧记这异象。象征的语言有几项的艰难，头一项学的理解，第二呢，意见安尼各人讲的，各人无相共所以伫启示录，咱一般的信徒读的人较少，因为读无第二呢，牧师讲的较少啦，因为歹讲所以伫咱的圣经的内面66卷，大概启示录是较少咱来读来学习不过呢，启示录是圣经真理的门开这个门，你就会通帮助咱真清楚看圣经这真理。如果咱来甲伊形容，这圣经是一棵是讲真大片的树林。这树林的内面呢，有66区真理的园区咱读册时都读了呢，你就亲像爬去山顶往下骹咧看，看这树林真水。这山顶看了呢，你再落去园区一区一区去看真理，去看咱的圣经66卷，你会发现你读了加足清楚。毋但会加足清楚，圣经的侪真理，你会通融会贯通。这是启示录真正有好处，这是我本身的感觉。会再去呢，就到兄弟姊妹来想这启示录的好处，读启示录的好处。头一项呢，启示录会通帮助咱建立一个真正确的历史观历史你安怎看？人的一生是一个历史，教会是历史，国家是历史，世界是历史。兄弟姊妹，历史你安怎看？历史毋是圆的历史是一个过程。咱读旧约的圣经，创世纪的第1章、第2章、第3章，你会当发现。这是历史的开始，
世间历史的开始，上帝因创造开始世间的历史。这世间历史的开始是乐园呢，是幸福呢，是真欢喜快乐的所在。咱伫创世纪，咱来通发现魔鬼介入人的生活，魔鬼介入人的历史，历史变质，生活变质。所以，当魔鬼介入伫人的生活了后，人开始背叛上帝，人对上帝话开始背逆，对安尼人受咒诅，对安尼人的生活互相对敌，对安尼人的生活劳苦过生，对安尼人的生活这世间就受咒诅，人有艰苦，有流目屎，有死实。着磨一生，才会通过咱的日子，互咱深深感觉魔鬼伫什么所在啊？什么所在就有地狱的滋味啊！启示录20章、21章、22章，这是咱的圣经上尾的3章，这是咧讲起世间的结束，这是咧讲起历史的结束。历史的结束是怎呢？历史的结束是新天新地呢？历史的结束是上帝的圣殿、上帝的殿堂、上帝徛起的所在，迄个天堂临到伫新天新地内面。伫新天新地，圣经咱的启示录用2句话啦来咧描写，讲旧的即个世界。忧伤、艰难、咒诅的世界要过去。第2句话，人生的内面，流目屎、病痛、死实、艰苦、啼哭、忧伤，这些事拢无搁再有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历史的内面，所有的艰苦拢要过去，这何等的好啊！今仔日所有的艰苦无搁再有啊，这何等的好啊！咱的姊妹啊，伫天堂免阁煮3顿，免煮3顿，无阁有，这偌轻松的事咧。历史的结束是真好，比开始阁较好。历史有开始，历史有结束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兄弟姊妹，历史是一个过程，历史毋是轮回啊，历史是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是一个真正的过程，是一个善甲恶真正的过程。历史伫这真正的过程的内面，咱来咧记录咱真正的情形啊。历史通讲是一个善恶真正的记录啦。善若赢，人受祝福，人就过幸福安乐的生活；迄个恶若赢，人受刑罚，人受灾害，人生活受悲惨。所以历史是一个过程。咱的圣经甲咱讲起，当耶稣再来时，这个历史就要结束。启示录帮助咱会通去做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啦。人是啥？我问兄弟姊妹，人是啥？歹运呢？人2字2篇尔，介好写。人是啥？真歹运呢？人活的是啥？各人讲的无同呢。人生的目的是啥？人生观真要紧。有正确的人生观，才会通去做正确的人生态度啊，生活态度。咱的圣经甲咱讲起，人是上帝形象创造的，人是咧使上帝所分予咱的气。人伫这个世间，上帝予咱一个使命啊，迄个使命是管理治理这个世界。人的活是对上帝负责，人的活是咧做上帝的管家啊。
管理这个世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职位、每一个工作、每一个事业，拢是上帝的管家啊！咱着伫每一个职位的顶面做上帝的好管家，互迄个职位，因为咱伫遐济，比以前搁较好。这才叫做上帝的好管家。社会如此，教会服侍同款一模样啊！咱对上帝负责。诗篇第8篇啊，咧讲上帝互人啊恩光尊贵。咱的恩光尊贵伫倒位？圣经甲咱讲，上帝互咱的地位比天使流啊较输，人输天使输无介多，输一丝仔尔。上帝互万米伫人的骹下，人是伫万米的顶面啊，所以人无理由将上帝所设立一款的特殊，甲伊颠倒变。你将万米徛来伫人的头壳顶，啊，人咧将万米咧拜，这是违反上帝所下的特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咧的相处是和平。人的相处是三帮赞，人的相处是和睦。人活伫世间，对上帝负责任，对家己负责任，对人负责任，这是咱的人生观。人的一生是一个旅程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是一个旅程啊！旅程就是会到站，会落车，会回家。咱兄弟姊妹常常有旅游的经验，你毋是永远咧旅游，你的旅游是有旅程，旅程完满，你就落车就结束，就回家。人生就是今世甲来世，无所谓前世、今世、来世的轮回。啊，兄弟姊妹。这甲咱的民间的信仰是真大的差别。咱台湾人啊，咧讲翁仔某啊，这情是欠债啊，有无咧？冤家讲情是欠债，啊，他有情是啊？迄情是的思想是轮回啊！啊，伫咱的圣经的内面，人是有今世、来世，今世咧准备将来的来世啊。伫启示录会帮助咱起做真正确的信仰，咱是咧拜啥，啊是咧信啥，帮助咱一个起做正确的信仰。头一项，上帝是历史的掌管者，上帝是阿尔法，上帝是欧米伽，上帝是独一永活的上帝。上帝袂捌离开人的历史，上帝为头到尾就是甲人的历史三甲伫地，甲咱的一生三甲伫地，甲咱的家庭、甲咱的国家三甲伫地。上帝伫历史的内面，互咱经验上帝的听甲怜悯。当人敬畏上帝，上帝就赐福。当人背逆上帝，就刑罚，互咱倒转来回头来行上帝的路啊！上帝啊，伫咱苦难中，伫咱的身边咧扶持、帮咱甲照顾。上帝袂捌离开咱。兄弟姊妹，圣诞节拢咧提醒这样事，以马内利。甲咱三甲伫咧，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中心。人犯罪背逆上帝，离开乐园，甲永活切断啊！啊，永活切断，毋若甲永活切断，搁会死。啊，毋若甲永活切断会死，上帝开始。为着人避免迄个救赎的计划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对安尼咧看人的生死，当人受咒诅，
当人伫这世间劳苦的时阵，艰苦的是病痛的时阵，上帝甲咱讲起，你会死。兄弟姊妹，死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呢。你捌想无？如果若癌症袂死如何？你捌想无？如果你若插管袂断开如何？啊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世间因为罪带来苦痛，上帝予人年岁有限的，袂使有永远活。你若安尼想的时，上帝怜悯的，上帝怜悯。毋若安尼呢？上帝将永活诶，传道书3章11节，圣经讲上帝将永活放伫人的心内啊。虽望咱受赶离开乐园，甲永活隔断啦，毋过咱的心啦，咧追求永活。兄弟姊妹，你买物件是买迄个用久啊、用短的啊。你安怎买？你嘛要买迄个耐用的啊，买耐用的。兄弟姊妹，你破病是安怎？着看医生啊，因为你期待要活较久的。你是安怎？你着食滋养品啊，因为你要活较久的。所以人的心啊，对迄个永活有一个追求的心，啊，这是上帝恩待咱，有即个永活追求的心，你才会有机会信耶稣咧。你才会想人会死了灵魂要倒去。上帝为了人来备办迄个救赎，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万邦万民万国万民拢来成就迄个救赎，因为耶稣咱有机会受救赎。耶稣的再来啊，是予迄个救赎来圆满，予迄个旧的天、旧的地、今仔日的天、今仔日的地、今仔日世界拢总过去，迄个新的天、新的地临到伫咱中，迄是一个救赎的完成圆满。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耶稣的国话将魔鬼的势力甲伊毁坏。这个讲强事，人的命运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会通改变。台湾人改命，去找相命改命，要找相命，兄弟姊妹，相命嘛需要改命。你找一个需要改命的人去改命，不如找耶稣改命。人咧追求幸福、喜乐、甲永活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伫耶稣基督身上，你会通得到。所以人信耶稣伫今世，伫今仔日，你的生活会通去经历迄个欢喜、快乐甲祝福。毋若安尼呢？今仔日因为信耶稣，你就甲永活结连啊！即个甲永活的结连，咱圣经讲这叫做得永远活。跟对耶稣的脚步，咱就直直将来进入永活，甲耶稣基督三较大伫天堂的所在。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人的灵魂、人的命运会通改变。圣神是历史的引带者，迄个圣神带咱明白上帝教示道理，互咱照道理来行，才会通为头行到尾。圣神帮助咱、扶持咱、安慰咱、坚固咱的信心，互咱坚定信心直到咱见主的面，这叫做得胜的人。咱启示录甲因讲，得胜的人要上天堂，甲出永远三较大。所以圣神是引带教会、引带信徒迈向新天新地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一生的旅程的内面，上帝、耶稣基督、圣神就安尼帮助咱。启示录咧用3个灾害，7个印、7支核桃、7块碗的灾害，来咧警告即个世间
万邦、万国、万民经过啥？提醒讲历史得要结束，日头要落山，也未信耶稣的，赶紧信耶稣啊！迄个三个灾害，启示录三个灾害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7个印受灾害的1/4，3个印受害的1/3，7个碗受害的所有万般。即款的灾害愈来愈严重，这是迄个溃力愈来愈大，压力愈来愈大，提醒赶紧悔改，因为历史要结束，真侪人也未信主，上帝心着急。上帝无爱一个人沉沦，所有的人，上帝爱咱拢得救，所以也未真侪人也未悔改，上帝着急，用迄个灾的、重的灾的催逼人的心。兄弟姊妹受苦，对人是一个荣耀的，对人是好处。4篇107篇12节14节，圣经安怎讲？讲迄患难劳苦对人有3项好处。头一项好处，教乖人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人铁气呢，人白目人骄傲上帝用劳苦教乖。人若劳苦，你就会乖啦；食苦，你就会乖啦，就袂铁气。劳苦的第2项好处。人伫劳苦的内面、苦难内面，你就无法度啦，无能为力啦，你就袂通改啦。无能为力，你敢剩一步啦，呼求上帝。这是苦难第2项好处，找求上帝，祈祷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敢无感觉艰苦的是特别热心啦？迄个好过是你会铁气啊。迄个苦难的第3项好处，人伫艰苦的内面经历上帝，经历上帝的救赎，经历上帝的恩赐，经历上帝带咱脱离死荫的山谷。3个灾难咧催逼人的心，赶紧信耶稣，因为日头要落山，时间无久。启示录的内面，启示录。甲咱讲起，即个结束历史的结束，干那2种情形，是永远的艰苦，甲永远的欢喜快乐。灵魂的归宿，死了灵魂要倒，干那2个所在，地狱还是天堂尔，无第3个，无轮回啦。天堂还是地狱。启示录明显甲咱讲起。魔鬼伫世间亲像好狮啊，咧找人吞食，找人看的人，甲伊做同伴无？甲伊要去地狱流亡的火炉啊无？台湾人一句话啊，讲要做鬼嘛爱招伴鬼的目的，魔鬼的目的就是带人甲伊同款的命运。就是去地狱的所在，安尼伫圣经的内面咧，甲咱讲起魔鬼是啥？魔鬼是啥？来，圣经甲咱讲几项，有时是介绍魔鬼的名号，有时介绍魔鬼的工作。咧魔鬼的名号呢，咱启示录12章第9节讲，伊是一只邪恶的灵。伊是引诱亚当夏娃的迄只蛇，伊是撒旦。撒旦的意思是做对敌，伊是魔鬼。魔鬼意思是诽谤、白贼，伊是讲白贼的啦。马太第4章第1节讲伊是试探的。6章13节咱的基督文讲伊是迄个歹的，歹的就是较好的做对敌。约翰8章44节，耶稣讲魔鬼是一直讲白贼的老爸啊。心内无真理，无行真理，伊甲真理做对敌。约翰第10章10节，耶稣讲魔鬼是贼啊，魔鬼是杀人。
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，圣经讲魔鬼假仙啦，装作天使啦，其实是魔鬼装作天使，伊装作人义啦。啊，兄弟姊妹，迄个魔鬼的特色就是白贼，就是假冒，就是诽谤，就是试探，就是甲神做对立，甲真理做对立，甲上帝做对立。兄弟姊妹，世间所有的歹，咱的社会，逐日新闻报纸你咧看的歹，拢总有一款的质素。逐行的歹都有即个质素。魔鬼的路袂行的，魔鬼的路袂行，地狱咱毋通去。咱圣经咧描写地狱，李来时咧骂迄个小灯泡的妈妈王婉仪，讲这是踩着女儿的头进立法院，真侪人甲骂。柯文哲市长讲送他去地狱了。地狱是啥？兄弟姊妹，地狱是啥？咱启示录甲咱讲地狱几项事，头一项是深渊，深渊台国语翻译做无底坑啊，关甲锁，上帝掌管。第二地狱是硫黄的火湖、火解焰。第三，伫地狱的内面无火解的机会。圣经称作第二摆死。马可第9章48节，耶稣安尼说明，讲伫地狱虫袂死啦，火袂花。兄弟姊妹，你捌红狗也咬着无？一只咬着，你就足疼呢；一暝咬着咧，规身躯咬着咧，咬暝咬日咧，如何袂死呢？红狗也袂死呢，甲你咬袂死呢？虫袂死，火袂花呢？你捌烫着无？兄弟姊妹，烫一摆，烫一位，烫一下，若烫规身躯咧，烫规日咧，烫一世人咧，地狱敢会使去？兄弟姊妹，分我知影，爱要地狱的人举手，恭喜！耶稣带咱上天堂，天堂地狱魔鬼带咱要去地狱，耶稣带咱上天堂。天堂是啥？信耶稣上天堂，天堂是啥？吟圣诗讲天堂是咱祖家呢，逐摆个别说拢安尼唱呢。祖家是啥？启示录21章啦，咧说明天堂的好，是好甲无程度，世间的好无得形容，话语无得形容。头一项，伫天堂的内面无朽烂的物件啦。这世间的特色，大物件都会烂，含钢铁都会烂，含石头都会烂，海水都会干，对无咧？这是这个世间的特色。天地会火无，天堂袂火无，天堂袂烂，所有的会烂天堂拢总美哦。食三顿、食清烟拢会烂，天堂拢毋免。咱天堂，咱拢穿个时尚。头一项，天堂无烂，袂朽烂。第二咧，天堂的欢喜快乐是永远阁满足的。兄弟即摆世间的欢喜是暂时的，世间的满足是一部分的，无拢总满足。若拢总满足，咱就会讲十全的水啦。十全好，就袂讲水无十全啦。兄弟姊妹，天堂迄个欢喜是永远的。快乐是满足的。诗篇16篇11节，上帝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快乐，天堂的永远的福乐。第三呢，天堂是一个真华丽的所在。城
街路是黄金的，墙门是各种的宝石甲珍珠啊！你捌住着这个厝无？天堂有啦，所以天堂是真水、真华丽的厝，这叫做水的租家啊。第四呢，天堂呢是阳光的所在，是光的城，毋免日头，免月亮，免热天，免寒天，暗时也免点电火，因为是光的城，上帝阳光充满逐所在。迄人伫迄个光的下面，拢行伫真理的内光明的中间。伫天堂，无人咧行暗路，无人咧做暗事，大家拢伫光的所在。天堂是一个光的城，天堂是一个安全的城。暗时啊免关门，暗时啊免关窗仔门，免做铁窗，免请守夜。兄弟姊妹，天堂是无暗时啊，迄是一个快乐的城，安全的城。天堂呢，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城。伫世间呢，耳孔啊，为早时啊困醒，开始听侪侪杂音，听侪侪超凡，互人心烦的声。伫天堂，你讲即种声，吟诗的声，像咱的女宣。妇女咧吟的水声，这何等快乐的代志！毋免听杂音，这读耳啊，加偌清呢，心偌清呢。天堂呢是永远的城。圣经讲，甲耶稣基督做王到永远，所以天堂是咱的愿望，天堂是咱荣耀的冕旒。天堂是咱天年大的报赏，天堂是咱所查的标，所查的目标，让这标咧跑走。天堂是咱水的租家，咱将来要转是要转迄个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若有人问你，将来死了你灵魂要倒去，你茫因讲我也知哦。你着真明，甲因讲，我信耶稣，灵魂伫天顶甲做王三甲大。今仔日，咱行业可能无相共，做人的部属，做人的职员，将来甲主做王到永远，无任期的哦，这免选举的哦，甲耶稣做王到永远哦。这是真大的愿望，真大的报赏。今仔日伫世间暂时的苦楚，甲这拢袂背伫。迄罗马书8章18节，就是安尼甲咱讲，现今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的荣光，就不足介意，无算做是啥。安尼兄弟姊妹，咱的圣经启示录帮助咱安尼真清楚。咱伫世间，咱的旅程的内面，来准备咱家己，你着忠诚尽职，着走到尾，忙走一半，走到咱见主的面为止。圣经讲，你着得胜的人，得胜的人，你着会通进入天堂。信耶稣的名记伫活命册。信耶稣的，你头壳遐有耶稣的名，有上帝的名，你就进入伫天堂啊！迄个二十章第8节讲遐个什么人，遐个小胆的，遐个毋信的，遐个苦的，遐杀人的，遐行邪术的，遐拜偶像的，遐淫乱的，遐讲别册的，拢伫门外。伊的结局，甲魔鬼。甲死亡、甲淫妇、甲假先知，拢总是伫硫磺的火炉。安尼兄弟姊妹，伫人生的旅程的内面，你着努力坚持你的信仰，认真拍拼。伫咱的教会，认真来学习。咱毋若本身着伫意，咱共款，兄弟姊妹互相相鼓励、相勉励，大家拢走到。真棒，成做得胜的人。
咱也着支持咱的中会、咱的教会总会济事工啊，亲像咱的总会、团福会的事工啊，这帮咱这传道者、退休传道者，伫人生的旅程的尾啊，会通平安啊来到过这个世间的旅程。我退休10档啊，我退休的时啊，安养金啊，1个月1万啊，后来变8000啊，后来变6000啊，明年要剩5000啊。啊，这咧讲一项事，需要兄弟姊妹来关心。咱会通3方面来关心。头一个方面就是安尼纪念日的奉献。第2方面的关心，咱的教会有气力编预算，逐年来奉献。第3呢，兄弟姊妹啊，你若要处理你的财产，互你的囝儿来用的时啊，会记得摕一部分来奉献咱的团福会。上帝赐福大家，咱同心三甲祈祷。感谢圣神带阮明白启示录的真理，互阮此后会通用心研究圣经启示录的真理，对启示录的真理来认识圣经的内面侪奥妙的价值，对安尼来坚定阮的心，互你的话成就阮生活的祝福。祈祷感谢靠主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李牧师的分享，这是咱来吟回应诗625首。咱人要行天路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的功德。那这咱会当来为着伫咱天主教会有做者过去为着献身来做主的工，这团队人，互因伫到年老的时会当得到好的照顾，互因会当圆满来结束这个世间，互因也会当来享受将来伫新天新地，伫耶路撒冷的黄金城。咱为着所有这个体会团结者，因的灵魂体勇壮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建立台湾，咱得到上帝保守，互咱无受疫情带来非常的毁坏。咱感谢上帝，但是咱也祈祷，望互这个疫情会当有这个疫苗赶紧
互这个疫情会惊吓影响经过。咱也为着国家这个领导者祈祷，互因会当敬畏上帝，带国家行伫伊所欢喜的路。为着教会领袖祈祷，互教会拢会当真实知影，这个末期要到啊，咱就更加注意传福音的工作，互咱的教会是会当真实成做传福音救灵魂的教会，会当知影耶稣带咱上天堂，互咱无受这个地狱的所有的苦楚。咱为着台湾的教会祈祷，咱伫这个圣诞节前，为着咱下晡也有幸福特会，咱过来也有咱的圣诞的嘉年华，也有圣诞一帮要洗礼，求上帝互地球人加兴伫咱中间。而且你有什么款的祈祷？为着软弱的躯体，为着你家己的需要，摆在主的面前，举起咱的双手，呼叫主啊，三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祝福的圣日，祝阮伫你的殿中敬拜，祝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，知影你的创造极其美好，但是因为罪带来毁坏，撒旦魔鬼介入历史，地球人受苦。主啊，阮的解脱，阮的出路，阮的救赎，就是伫上帝你对阮的听，伫耶稣基督，互阮会当受赎回，互阮有得到上帝怜悯。阮这个世间无安全，这个世间有艰苦，总是主啊，甲将来迄个完全的、迄个永远的，主啊，迄个要互阮的应邀，主啊，阮就无感觉是啥物，主啊，阮会当真心真意真咱来敬畏你，主啊，阮真本分来服侍你，互阮更加注意传福音的工作，主啊，多谢你，互这个上帝你拣选的牧人，一世人献身互主使用。主啊，因已经完成因所交着暂时的工程。主啊，伫年后的时求你看顾，透过做一人听心奉献，会当真做因的帮助。主啊，互阮也会当真正互相结连，彼此相听。阮会当更加注意上帝你交代阮的事，完成你爱阮完成的工程。主啊，赐福阮伫这个圣诞节期，主啊，真咱会当来传扬助力救赎的福音，主啊，你互阮有永生福气的福音，阮会当甲人分享。主啊，互地球人会当伫你家天伫你的生活来扩阔你的国度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阿罗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会当伫生的主日，互阮你敬拜，互阮领受你真理话命话，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会当行伫得胜的道路。主，感谢你，也听阮的祈祷，可能为着阮的肢体，为着阮的牧者，为着阮的教会这个侍奉者，所有的这个领袖，国家的领袖，主啊，阮的祈祷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心中，阮所需要一切，阮摆在伫你。主，你感纳阮的所求，也守住半国人所想象的教会平安。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阮的心怀意念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这是请咱的这事来修奉献。现在咱今日是天主教会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，伫咱的周报有这个奉献录啊，我相信透过咱。听心奉献，会当真做这牧者最大的照顾帮衬，互因会献身到伫退休的时阵，会当得到更较多的关怀甲照顾，互因会当有好的生活，直到当去到天堂，上帝甲咱陪伴，永远福气下去的所在。咱请咱的技术来修奉献。
啊，这请咱起立来敬奉免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的救恩，互阮会当伫天堂，甲你相快乐，甲你共款做王。主啊，阮求你使用阮，互阮将这救恩会当分享，会当传播伫阮的四周围。主啊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，阮嘛要奉主的名，主啊，为着体会的传教者来向你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祝福因的心灵，嘛使用这奉献。互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关心，甲带导，主啊，伫因的生活，甲退休了后一切所需要的，求你使用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只是来因祝福册献的诗歌391首，何乐天顶主宰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合天地，对这事得到永世来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列倒避讳。